想問下大家咧，有冇諗過喺過去一年，你哋有冇睇到自己邊一方面進步咗嘅？有冇諗過啊？睇唔睇到啊？知唔知道啊？唔知大家答唔答到呢個問題？呢個問題咧可以話係好容易，不過可以都係好困難。好容易，因為真正有用時間去反省翻自己嘅生活。困難係因為根本咧，我哋冇乜意識，或者去諗下自己所過嘅日子，所以日子一日一日咁樣過去咗，但係都冇留低啲乜嘢嘅回憶，或者都睇唔到自己每一日嘅生活裏邊嘅意義，每一日翻嚟學校嘅意義。有一位哲學家，古希臘嘅哲學家，佢叫做蘇格拉底，有冇聽過啊？蘇格拉底，佢有一句名言喎，呢句名言咧就係話：不經反省嘅生命係不值得活嘅，不經反省嘅人生係不值得活嘅。的確，反省幫助我哋進步，使我哋立刻知道好嘅，我哋點啊？繼續咯。有啲地方做錯咗嘅，唔好嘅，我哋停止，唔會繼續錯落去。我哋中國咧都有孔子啊，孔子咧佢就話：一日三省吾身，即係話我哋一日裏邊咧要做5晚3次嘅省察，力求改進，自然咧缺點越嚟越少。所以喺今日學期完結之前，我哋認真要反省一下過去一年究竟係點樣。當你真係有份反省時候，我哋會好大嘅收穫，好多嘅得著。今日福音裏邊，耶穌基督同啲門徒講啊，佢哋話每一位信靠佢嘅人都係咩啊？地上嘅咩啊？鹽，世界嘅光。鹽同光係生命必須要有嘅。如果你生命冇咗鹽冇咗光咧，會好快就點啊？死亡。基督徒都一樣，基督徒為呢個世界都係必須嘅，不可或缺。如果世界裏邊冇咗基督徒，冇咗人見證住耶穌基督，呢個世界會變得越嚟越灰暗。雖然大家當中咧唔係個個都領咗洗啊，好多都未教嘅，但係你哋喺天主教學校嗰度讀緊書，基督嘅信仰嘅種子已經植根喺你哋嘅內心裏面，所以反省翻過去學習嘅生活，能夠認識天主，已經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收穫。點解基督徒為個世界係不可或缺嘅？係因為耶穌基督嘅信仰為個世界帶來咗愛同公義，亦都喺任何嘅境當中，我哋都知道天主喺度，天主陪伴我哋。當人只係為自己嘅利益而奮鬥嘅時候，呢個世界慢慢會失去咗愛同公義，因為大家只係自顧自己，冇理到其他人。痛苦往往就係因為咁樣產生。剛才同學所講嘅喺道別當中同我話，我哋喺漫長嘅假期當中，唔單單不斷咁自我提升，更重要嘅係將呢份天主所賜予嘅恩典同人去分享，特別喺社會當中，同一啲貧弱者嘅人分享，同一啲未認識天主嘅人去分享，讓我哋去服務佢哋，向佢哋宣講福音。天主俾我哋咩恩典咧？就係俾我哋認識佢，接受佢帶來。
更幫助我哋向所有嘅人去話俾佢哋聽，我哋認識咗天主，耶穌係我哋保障，我哋成為地世光，唔單單喺信仰上面要堅定，喺社會上邊，喺一啲正義問題上邊，耶穌基督都叫我哋要為世界發聲，特別為貧弱者發聲。今日嘅世界，乜嘢係貧窮？邊個係貧弱者咧？你哋係咪啊？有冇覺得邊個係啊？可能大家話啊，我係喎，我好似賣電話喎，冇錢去一啲娛樂喎，冇錢去打機喎，但係呢個世界上面，好多人真係連基本嘅衣食住行開支都成咗問題。原因唔係因為佢哋唔努力，而係因為社會制度剝削咗佢哋嘅權利。幾年前咧，我去過仁愛之家嗰度服務啊，有冇聽過仁愛之家？喺深水埗南昌村。咁嗰團體咧，其實係德蘭修會、德蘭修女，有聽過啦嚇？德蘭修女，佢哋嘅修會北所辦喺深水埗。佢哋當中好多係新移民，佢哋都持有單程證嚟到香港，但礙於政府嘅政策咧，佢哋唔能夠輪候公屋喎，因為要住夠7年先得啊，所以佢哋被逼咧住喺邊度啊？啲尺價仲貴過啲豪宅嘅嗰啲板間房裏邊，最後佢生活都成問題，食都成問題。所以佢哋就去到仁愛之家喺嗰度住啦，喺嗰度輪候你見到每逢午飯時間、晚飯時間，出邊好多人輪候啲食物，所以仲有好多呢啲其他嘅例子。呢個世界裏邊，我哋需要幫助輔助貧弱者。所以大家喺呢個零兩個月嘅暑假裏邊咧，唔係單單掛住自己嘅休息，掛住自己享樂，都要記得留意多一啲身邊嘅事，睇下新聞，要知道社會發生緊乜嘢。最近咧有一個90後嘅學生團體啊，知唔知咩團體啊？時喺報紙見到嘅喎，最近。個團體叫做學民思潮，有冇聽過啊？學民思潮，佢哋對社會政府嗰啲政策特別係一啲嘅教育青年或者經濟議題等等都發表咗好多佢哋自己嘅見解。佢哋所講嘅都好值得整個社會去參考同埋尊重。因為佢哋所講嘅唔係一個空泛嘅嘢，而係經過討論、經過反省而得出嚟嘅見解。所以青年人絕對可以為呢個社會公義同愛去發聲，更加要從自身開始做起。前一任教宗真福若望保祿2世咧，佢曾經講過。佢話青年人咧唔係社會嘅將來，我哋成日都咁樣，社會將來係青年人嘅世界。青年人喺今日都可以為呢個社會獻出自己所有，今日都一定有能力喺呢個社會當中，呢個地上裏邊建立天國。呢個唔係口號。而真係要實踐，所以願我哋透過每一日嘅反省，越嚟越去除自己缺點，力求改進，真係成為地世光，為我哋嘅社會，以至我哋國家，為能夠得到公義、愛，同埋能夠使更多人認識天主而努力。所以願你哋亦都善用暑假嘅時間，即係充實自己。9月再一次翻嚟
學校能夠嘅同學、老師一齊分享你哋喺暑假當中嘅領悟同所實踐嘅一切，願天主保佑大家。